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咱在场有几位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即种做伙敬拜感觉真正是非常好。所以望讲咱会当为着台湾来祈祷，互台湾会即个疫情会当来趋缓，然后咱所有的人拢会当转来做礼拜。其实咱即摆已经会当限制讲50人以内会当转来做礼拜。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伫厝里做礼拜无方便，咱嘛会当做伙转来教会来做礼拜。所以这是咱的练习。今仔日咱要吟的2首的诗歌，第一首是圣诗40首，咱请春怡执事来弹一届。我目睭举起望天，上帝所点所在，上帝每日无困，上醒顾我到拢无害。咱的上帝是随时看顾咱的上帝。好，咱来吟首诗。我目举起朝天，上帝所点所在，上帝每日无困，上醒顾我到拢无害。创造天地上帝。是在何时，并无烦恼之行。上帝应允保庇，祝你必地平安。只是以后到我无力，我心免惊灾难。上帝应允保庇出入会得平安，所以咱的心免惊灾难。望讲咱伫吟这首诗的时，就亲像这首诗歌的即个第一节第一句讲：我目举起望天。咱当咱看天的时，咱就看见全能的上帝，咱毋是看见家己的危险、家己的情景。第二首，咱来吟圣诗384首，圣诗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咱嘛请苏琴弹一届。来，主讲若要做我学生，也其是家地我真情，甘心乐意也你是家，心是谦卑的心内底，也你是家。是家，毋免惊吓，
诗歌放伫咱的信息内面是即个决志甲奉献的部分。所以伫遮甲咱讲要举主的十字架，这真正是一件无简单的道路。但是咱是毋是愿意跟主耶稣？所以这需要决志，这嘛需要奉献咱的心志。所以今仔日咱的圣经节，也是你讲着讲遮以色列人因的奉献，然后上帝祝福因到有剩。所以毋茫讲，咱嘛会当备办心，举主的十字架，因为主一定袂互咱欠缺。主会陪伴咱，互咱丰盛到有剩。所以咱即是咱陪伴心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多多上主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亲近。上帝是上主，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用真实来敬拜。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40首，圣诗40首，请起立。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3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30篇。我夜头看山。我的班节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顿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允，在保守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要学乐你，学乐你到万世代。因为你创造世间万物，你的荣光遍满全地。阮要感谢你，因为你对阮显明你的慈爱，你互阮有满满的恩典，用慈爱引带阮。但是阮有软者，有犯罪，无听你的话，做毋好的代志。主啊，求你赦免阮，求你用你的保护赦免阮，互阮有正确的心思，行你喜的道路。求你互阮学习你的教示，伫你的面前真多，互阮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做新的人。阮嘛要分享你互阮的恩典，伫阮的生活中。诚做别人的帮助，阮嘛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到真侪所在受到歹的天气影响，真侪所在落大雨，交通暂停，嘛有真侪人受伤。恳求你怜悯遮的人，赐予国家政府有智慧，会通帮助因的人。嘛求你教示阮知影这是你赐予阮的世界。阮要好好的疼惜，毋通因为人的自私，互即个世界叛变，互阮会通住伫遮，你赐予阮的土地到万世代。阮嘛要为着台湾来祈祷，阮感谢主，互台湾医治有较好。真侪人拢有拍着疫苗，求主互遮的疫苗拢有效，会通保护阮，互阮的心无搁因为疫情惊吓。
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祈祷，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有合意的心。虽然阮无拢伫教会聚会，但是阮会使用网络看见大家会通分享家己的生活，嘛会当为着会友来代祷。求主帮助阮行过疫情这段时间，得到你的稳定，互阮有气力会通帮助别人，嘛会使分享上帝的疼。阮生生白日以上的祷告祈祷，即是咱就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当下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做伙来公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36章第20到第70。旧约出埃及记36章第20到第70。摩西调以色列阿合利阿别甲记那心有智慧的人来，就是耶和华用智慧想述因的心事感动来做工的。因对摩西摕一切礼物，就是以色列人为着做圣所甲内面所用的物摕来的。百姓踏早起，犹原用甘心献的礼物摕来互伊。记那做圣所的工。遮个有智慧的人，拢暂停因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讲：百姓所摕来的，比耶和华命令做工所得用的了过也有剩。摩西出面，因就宣布伫全营讲：无论男女，无伫搁做啥物来献互圣所，对安尼阻止百姓无搁摕来，因为因所有的材料。到夜通做一切所着做，遮个工煞有剩。讲道，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丰盛有剩。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4、5年前，我有看见一个新闻的报道，互我感觉印象真深。伫高雄有一个姓欧的家庭，这个欧先生因规家伙仔，除了伊甲伊的太太。因也有7个对7岁到21岁的囡仔。这个欧先生，伊毋是大头家，伊是领固定薪水的小主管，一个月5万块的薪水。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因不但用到有剩，并且佫会当欠钱买一间70平的厝。所以记者就问这个伫家庭理财的这个欧太太，这个欧太太讲。伊每一个月，当伊收到伊先生的薪水的时，就先将即个咧欠落来部分先欠落来，剩落来就分做是9个无共款功能的批囊。亲像顶半个月食饭钱是一个批囊，下半个月食饭钱是一个批囊。另外嘛有亲像囡仔学费、保险费、水电瓦斯、贷款遮个批囊。但是其中互我上讶异的就是。这9个批囊内面有一个是奉献伫教会的11奉献的批囊。原来因是基督徒，我相信这对咱基督徒来讲，已经是互咱真佩服的境界。因为有当时啊，咱嘛会替咱家己暗算，但是对这个记者来讲，伊搁较是歹想象。所以这个记者就问这个欧太太讲：这个奉献的数额，敢袂当较少的吗？也你就莫奉献啊嘛！你看你的规家伙仔遐尼侪人，但是这个欧太太回答讲，1/10的奉献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咱看见这对夫妇因伫新闻伫遐见证因基督徒的身份。另外，伊嘛计划因退休了后要去做2年传福音的义工。所以对安尼一个实例，互咱看到一个看重上帝吩咐的人。上帝予伊的陪伴是超过人的想象。
对伫欧先生一家来讲，上帝祝福毋是互伊增加几啊万的薪水，上帝嘛毋是互伊突然间发大财，但是上帝互因有管理钱财的运势、智慧，上帝互因教业，并且有存。同款对伫面对上帝吩咐因爱奉献来起造会幕或者以色列人来讲，虽然因伫旷野即种丰富所在，因无任何经济来源，但是当因听到上帝的吩咐，敬畏上帝，愿意去遵行的时，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第7节甲咱讲，因所有的材料、教业通做一切所着做，食的工煞有剩。但是咱拢会烦恼啊！咱若将咱所有的宝贝拢奉献，安尼以后退休了后是要安怎咧？要安怎拍算咧？但是咱看见，当这以色列人将因的宝贝拢总献出去了后，伫接续落来因行伫旷野的路里，上帝是安怎替因备办？咱看见伫日时有风跳，暝时有火跳，清早对天降落吗哪，暗时有大风将烟吞吹来。所以，伫因进入迦南地进前，摩西嘛提醒因：恁40年伫旷野的经历，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摩西甲因讲：这40年，你的衫裤无破，你的骹嘛无碰破。伫旷野行40年呢，应该带出来的物件拢总用了了啊。但是无，上帝互因教业，并且这以色列人是带着互迦南人敬畏的这气势入去迦南地。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对伫敬畏伊、顺坦伊的人是会备办，阁会看顾。当然，这较咱伫现实所拄着经验可能无同。你敬畏上帝，你听上帝，但是好亲像上帝无一定会出现帮你解决你经济的这难关。但是这嘛毋是表示你无够敬虔，你无有上帝引带。因为上帝祝福无一定是互咱有遮个世界看做贵重的物件，但是就亲像伫诗篇所讲的，上主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甲仰望伊的慈爱的人，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若咱一生有上帝看顾，就表示即个至悬的上帝不断地看咱、关心咱、注意咱，看咱敢会去拄着超过咱的能力所会当处理的危险无？若会，伊甲咱救一下。上帝不时的看顾，敢袂比这经文财宝搁较好吗？所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甲圣经其他所在的经文，咱做伙来操练。安怎伫欠缺内面培养出咱对上帝的顺坦？第一，就是顶礼拜咱有讲，这以色列人因的心听到摩西的话了后，因的心受着感动，然后因就开始行动。这个感动毋是一时的冲动，是因的心互搅动，经过思考、经过判断了后，因做出奉献的行动。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百姓逐早起，犹原用甘心献一粒米摕来互上帝。凡有智慧为做圣所一切工作的人，拢离开因原本的工作前来。所以咱看见这个感动，真正毋是暂时的感动。这个人不断来到上帝面前，奉献家己的宝贝，也是奉献家己的智慧甲才调。然后，因就亲身来看见安尼一个见证，百姓所摕来的，比上主吩咐做的工所着用的料，过夜有剩。咱看到，竟然因所献的物件是超过这个起造会幕所需要的材料，并且有剩。所以当时摩西甲请这百姓讲：恁毋通阁摕粒米来啊！咱看见伫即段经文，以色列百姓因的奉献，成就一件人看袂见、人想袂到的一个奇妙。伫咱的头壳内面所想的神业，可能就是上帝降吗哪、赐烟豚迄款真超自然或者神业。但是当咱的心受到感动、同心合意的时，产生的快乐嘛超越人的想象。
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坐伫听候上帝神迹出现，咱会当伫圣神的引带下面，奉献咱每一个人小小的气力，一项奇妙的代志就要成就。而且嘛，做一个见证。伫2个月之前，我有甲大家分享一个客服班囡仔的故事。伊的爸爸伫几年前就过身，伫前一阵仔，伊的妈妈嘛过身，所以伊即马甲伊的阿嬷、甲伊的阿姨做伙住。但是伊的家庭功能无啥健全。当学校伫5月中开始停课的时，这个囡仔无法度伫厝里来家己伫遐来学习。所以，伊的班导师因为认捌我，所以伊就拜托教会讲互即个囡仔会当来教会上课。即个囡仔嘛，伫差不多3年级的时，伊有来到教会上课辅班。所以，阮就讲好，就甲团导讲好，安尼就请伊暑假的时来教会做线上的上课。但是，即个囡仔有淡薄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所以每一届团导咧教伊功课的时，拢教甲特别起性地。所以我嘛毋知要安怎做，我只有请大家为伊祈祷。所以我就开始伫社青小组，也是伫祈祷会的时，请大家为着伊祈祷。毋过就伫大家祈祷的时，上帝工就慢慢形成。有姊妹为着伊流目屎祈祷，有兄弟介绍一个真出名，但是真歹挂号的心理医生，并且佫出钱出力。我嘛带即个囡仔去做评估、看医生，甲伊厝内的人沟通。学校的老师嘛非常关心，教会嘛有学咨商的姊妹来甲即个囡仔做协谈。伫迄天，社会局伊的社工来拜访我，当伊知影讲教会为着即个囡仔所做的，伊非常的感动。伊讲教会竟然有遐尼侪人愿意诚做即个囡仔的支持。但是，互我感动的毋是即个社工的感动。伫顶个拜三，我带即个囡仔转去医生遐伫回诊了后，伫坐捷运的顶面，我互伊一本儿童用的每日读经，就类似咱伫读的即个活泼的生命。我请伊每工看一篇，并且用内面的祈祷来做祈祷。我嘛甲伊讲，伫教会有真侪人伫替你祈祷，伫关心你。然后，伊就讲伊有话想要甲我讲，但是我也讲好啊，你讲啊。但是伊佫歹势讲，所以后来等伊转去伊的厝里了后，我就甲伊问讲，我就用赖甲伊问讲，你头拄仔想要甲我讲啥？伊甲我讲，我头拄仔想要甲你说多谢。兄弟姊妹，即个囡仔真少甲人说多谢，但是当伊体会到有遐尼侪人伫关心伊，为伊付出。伊的心开始柔软落来，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看轻咱即个小小伫感动了后会奉献的行动。上帝会互咱看见奇妙的代志，就亲像迄个囡仔有遐尼侪资源，伫咱祈祷了后动员起来帮助伊，就亲像遐以色列人，竟然会务的材料拢有剩。所以，盼望咱会当将咱内心的感动变做行动，用咱做会到的方式来奉献予上帝。伫欠缺内面，顺叹上帝，嘛互我想到以利亚甲以利沙的故事。以利亚甲以利沙因是先知，并且因是老师甲学生的关系。伫因做先知的时，拢拄着甲寡妇有关系的代志。伫列王记上卷17章有讲到，伫一个旱灾的时代，上帝爱以利亚去找一个寡妇，互伊饲。但是这个寡妇已经散到伊的厝里，敢若剩一点仔油甲面粉。原本伊按算讲，伊做一个饼甲伊的囡仔食了后，因就食完就伫遐等死啊。无想到，阁来一个先知爱饲伊。但是当先知甲伊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仔内的面粉袂减少，盘内的油袂了，到上主落雨伫地上的日。这听起来真无合理呢！我啥物拢无啊呢？我阁爱饲你哦。但是咱看见即个寡妇，伊相信上帝的话，伊并且去做。然后圣经安怎甲咱讲？
富人人甲伊的家，甲以利亚食做日。兄弟姊妹，咱敢知影食做日是偌济日？3年。因靠一点仔油甲面粉，就食3年，拢无欠缺。伫列王记下卷第4章，是以利沙的故事。有一个先知学生的太太去找以利沙，甲伊讲：“哎呀，有祭主来找我讨钱，我若无还伊钱，伊会将我2个囡仔带去拄潲做奴仆。”但是即个妈妈善干呢，敢若因兜敢若剩一罐油，伊根本无物件会当卖来还即个祭主。但是以利沙安怎甲伊讲？你去啊！伫外面对你遐个厝边借器具，就是空的器具，毋通借少少，就入厝关门。你甲你的囝踮内面，伫遐添油到所有的器具添满就另外下。这什么话啊？讨债已经来啊呢！你阁叫我去借器具来添油，阮兜敢若剩一罐油尔呢，哪有啥物油通添咧？但是即个寡妇就真正安尼去做，伊甲伊的囝不断添油，即个油敢若无停止共款，添满伊借来所有的器具，然后伊就用这油卖去来还钱。透过这2个故事，互咱看见，这2个寡妇因的欠缺会当得到补足，秘诀在伫倒，就是因愿意顺趁。并且因愿意去行，虽然因无了解，但是因顺趁，所以上帝补足因的欠缺，互因教业到有存。兄弟姊妹，这互咱一个提醒，就是伫欠缺时，咱嘛爱保持敬虔甲顺服。有当时咱无法度明白，为什么上帝会互我拄着安尼的代志。上帝竟然互我伫物质，也是其他的物件顶面有欠缺。然后咱开始埋怨，咱认为上帝无公平。但是透过这2个寡妇，互咱看见信心的重要。咱拢真熟一句经文讲：信就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咱拢真高读，但是咱的内心敢真正相信这个无法度看见的代志咧？真困难，因为咱拢需要眼见的证据。所以咱来看保罗，因为保罗讲伊已经得到这个相信的秘诀。伫腓立比书第4章12到13节，保罗讲：我知影点伫逼阵，也知影点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点伫想事我困力的，我事事拢会。保罗为什么会当伫任何环境会当自在知足？咱也知影，即个任何环境，包括伊传福音的时，坐船拄着船难，互关伫监狱，互拍，互伊家己犹太同胞排斥。但是伊遮环境，伊拢会当自在知足，因为伊的秘诀是在伫主耶稣基督，所以伊相信伊事事拢会。保罗伊的信心毋是起造伫伊的环境，所以伊袂对环境的变化来改变。伊知影即个不变的耶稣，才是伊气力的来源。毋愿意顺趁，毋是咱圣经读无透，是咱想要高举家己的气力，盼望家己会当伫即项代志顶面得到荣光，互人讲咱足好诶。但是咱毋愿意放弃咱家己的努力，毋愿意拼空家己，互耶稣基督的气力伫咱身躯底显明的时，咱就无法度得到安尼的一个稳定。但是今仔日这经文提醒咱，如果这2个寡妇因毋愿意听先知的话，因敢若看见家己迄当时环境的迄个歹，因就袂去经验到上帝丰富的供应。如果保罗不断夸口家己过去伊的学识、伊的学问、伊的权威，这学历无法度解释，也是支持伊为什么伫传福音的过程会拄着遐尼济的困难、遐尼济的反对。这保罗伊明白，伊讲，若是我断断毋夸口别项，只有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拿定，
对即个就世间往我顶是一个，我往世间也是安尼。伊知影家己爱摒空过去的学问身份。耶稣基督为伊定是一个的恩典，才会显明伫伊的身上。伊嘛知影，伊只有顺服，伊才会当领受耶稣所赏赐的快乐。第三，伫咱欠缺时，咱所想的就是啥？哎呀，无可能啊！然后咱就对即种的心情，带咱家己行往一种的绝望。但是咱来看一段咱非常熟的故事，就是伫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即个故事。亚伯拉罕伫年老时才得到一个后生，但是即时上帝竟然爱伊将伊所疼的后生以撒赏赐予伊，献予伊。这好亲像就是挂亚伯拉罕的肉共款。但是亚伯拉罕无甲上帝讲，上帝无可能哦。咱看见安怎？当上帝安尼甲伊讲，第二天，伊照平常献祭时的准备，伊将所有物件拢穿好势。所以以撒感觉非常奇怪啊，甲伊的爸爸问讲：火甲柴拢有啊，但是烧祭的羊仔伫倒位咧？亚伯拉罕无甲伊讲：哎呀，囝害啊啦！上帝要治你的性命啦！无，亚伯拉罕安怎讲？亚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备办烧祭的羊仔。亚伯拉罕即句话表示伊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因为伊知影以撒的出世已经是一个新约，因为伊甲伊的太太已经到无法度生出囡仔的年岁，但是上帝实现伊甲伊的立约。现在上帝要将以撒收转去，亚伯拉罕虽然毋甘心痛，但是伊敬畏上帝的主权，伊知影赏赐的是上帝。有权收转去的嘛是上帝，并且亚伯拉罕深信，虽然以撒的约可能转去，但是上帝会用无同款的方式继续来实现对伊的立约。所以亚伯拉罕无对上帝讲，上帝无可能。咱看见上帝互即个无可能变做可能。伫经文的后面，咱看见一只公绵羊的角，互甜伫迄个树枝，无法度来夺夺。上帝为着亚伯拉罕备办即只羊，诚做烧祭。所以亚伯拉罕将迄个所在号名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上帝的备办。这个故事提醒咱，伫欠缺时，咱来停止无可能即款的想法，因为咱信的毋是家己，咱信的是凡事拢有可能的上帝。你会当对家己失望，但是咱袂当对上帝失望，因为上帝若允准，伊要成的事是会当突破咱所有的想法。咱看见伫创造世界时，万物是安怎创造？是上帝用话，上帝用讲话来创造。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咱嘛看见上帝用人所想袂到的方法来带领因，来解救因。伫新约，咱看见耶稣互几啊千人来食饱，耶稣医治人肉体的病，耶稣医好忧伤的灵魂。伫使徒行传，咱看见圣神上帝降临伫遐无完全、无学问的学生的身上，这人竟然讲起别国的话，互转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人听见福音，接受耶稣。所以规本的圣经一再甲咱讲，这位三一上帝是安怎咧启示咱？伊就是迄个有可能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伫咱欠缺时，犹原保持顺坦，咱继续祈祷，继续服侍，继续仰望主，因为咱的主就是遐尔啊奇妙的主。我知伫欠缺的内面，咱定定会感觉心智消扬，但是主有应允咱，就亲像为应允软弱的保罗共款。咱知影保罗非常的软弱，虽然咱感觉伊是一个信仰的强人，但是伊非常的软弱，伊定定求主将伊迄个刺来摕走。但是耶稣安怎应允保罗？耶稣讲：有我的恩，你就够呀。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我的恩典是够你用。
兄弟姊妹，主的恩典够也咱用，并且是济到有剩，济到超越咱的想象。所以，盼望讲，伫即个欠缺的时代，有当时啊，毋是咱物质的欠缺，是咱心的无安全感。所以，咱处伫即个时代，咱感觉咱家己真无够额，但是咱的信仰甲咱讲，主的恩典够也咱用。所以，盼望咱会当用信心做伙来看见上帝要伫咱生命中间所要显明的迄个奇妙。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以色列人因对会幕材料的奉献，互阮看见，当人愿意去回应，你就会为着人来陪伴，丰富教业。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互阮伫即个生活伫真无信心的时代，互阮犹原会当对你有信心，因为阮信的毋是家己。阮信的是上帝，恳求主成做阮的帮站，伫阮软弱的时，用你的话时刻提醒阮，你的恩典够也阮用。恳求你祝福阮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时刻伫信心的内面，看见主你要为着阮成就的大代志。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来用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384首，信诗384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桂干技师、吴慧芳技师。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宣告组今日下晡12:30要举行宣告组网络祈祷会，请宣告组同工甲关心宣告组的兄弟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伫昨昏已经举行出门兄的告别礼拜甲安葬礼拜。伫疫情的期间，咱兄弟姊妹无法度参与，但是伫遮嘛代表这家族，咱兄弟姊妹说多谢，感谢咱的大道甲关心。咱嘛继续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恳求主来帮助扶持因。互咱嘛叶老师的妈妈，就是叶陈慧兰姊妹，伊嘛伫几日前来过身。那么恳求主安慰叶老师，特别因伫纽西兰的安尼的所在真远，恳求主安慰伊失去老母的心。那么为着咱的建堂评估来祈祷，恳求主为着咱来陪伴。那么为着带因的兄弟来祈祷，互咱为着邱玉姐，伫前几日嘛做即个颈椎的手术真顺利，恳求主继续看顾。那为着陪长老来祈祷。伊嘛完成迄个脊椎的手术，恳求主继续看顾。钟贵兄，伊后礼拜一就会当出院，俊生兄。那么为着身躯欠挽的兄弟，庆和兄、志宏、秀恩姐、德雄兄、张老师、美霞姐、美兰姐、水明兄、明珠姐、申渊兄、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阿淑姐、怡礼、素梅姐、方梅姐、志金姐、谢丁兄、明理姐。副美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翠老师、嘉豪姐，为着这个集体来祈祷。那么为着咱的台湾，为着这个世界所受的灾难，开嘴来求助来怜悯，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因伫身躯顶面欠满，伫心心软弱的。求主你因带保守，做下面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主因带阮的教会，会当求主安全。主，阮感谢你。互阮渐渐有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恳求你帮助阮的心，互阮无惊吓，互阮相信，愿仰望主，你会为着阮陪伴教业稳定。恳求主继续来看顾阮的教会，特别有真侪兄弟姊妹身躯欠安，伫厝里也是伫病院来接受治疗的，恳求主你继续医治祝福，也赏赐气力，互因厝内人，也帮助阮的教会。伫面对建堂安尼评估，也恳求你赏赐互阮一个对你来真清楚的意向。恳求你也为着阮陪伴，阮嘛为着阮的国家、阮的世界来祈祷。特别阮看见除了疫情，即个世界受到真济的灾难，主恳求你的怜悯，也趁即时，互正人类会当会晓来超找你，恳求你的怜悯。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阮未来。一周的脚步，拢交伫主你的手里，帮助阮也继续用信心来仰望你。虽然阮活伫一个真黑暗的时代，
但是，互阮无缀伫即个歹来随波逐流，互阮知影，阮只有仰望你，阮才会当来得到解救。主恳求你赏赐阮信心，活出无共款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时来用信息390首，信息390首。用完了后，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